再来看印度的东北部，因为落大雨，山区的冰湖放起，水崩山冲入去附近的砖头，造成42个人死亡。另外，伫南半球，包括玻利维亚、巴西佮阿根廷，最近嘛拄着严重的渴旱。亚马逊的居民因为水路打起，无法度出入。大水甲桥甲布花拢冲歹去，这是一场大水河引发山洪爆发，甲印度东北部附近的城镇拢淹了。石金邦的官员讲，到车六已经造成42人死亡，不过要更加侪人失踪，得到家园天崩地裂。民众讲，当时根本就发生爆炸。कोई तोप ला के छोड़ देता है ना, यहाँ पे बम ब्लास्ट होता है ना, ऐसा करके नदी का आवाज आया。当局继续撤离民众，也有找失踪者，讲2万多人生活受到冲击。经由卫星相片会使看到，雨放起之前，山顶冰积湖水流正常，不过放起了后，真侪水一直下来。学者认为甲气候变迁有关系。极端的大水雨加上气温升悬，造成冰河涌起，相关的灾难恐惊会更加接发生。Tells us that it will be dramatic, decline in glacier area volume, more larger, lakes becoming larger and larger, and possibilities of similar 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 events are very likely. 另外，南美洲国家是遭到严重的渴旱，巴西万多数民众原本住伫个漂浮的厝，伫亚马逊流域生活，即阵雨拢打起，船只靠打，基本生活无得维持，有人乌侵落去找着水骂，有清水才有法度来洗汤加煮饭，也毋过无水就无鱼通掠，船也无法度过，拢掉伫内底。Praticamente isolado mesmo aqui, sem sair, sem entrar。可花要阿根廷战友抢是叫苦连天，欠水雨大道拢打死去。70年来上届严重的可花造成产量减少一半，有6成的工厂空伫遐。阿那玻利维亚300多人集合伫山顶祈求落雨，尽管的城市拉巴斯因为落雨量真少，造成供水出现问题。若是阁无落雨，大约220万的民众到明年2月会无水通用。记者综合报道。